服务员，来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他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，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留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打开！打开！这。你会杀了孩子，你会杀了孩子的。出来！你快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点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搞什么养这孩子？说话呀！你跟我女婿啊？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
没想到咱们俩今天在工作上重逢了，真是巧啊！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呀。今天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位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是极强啊。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名的厉害，你能请到他帮你的忙，我只能说羡慕啊。任烨，哎，你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啊？他在公司呢担任副总。也算合理呀。希望大家给宝贵意见。谢谢。各位前辈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谈工作，只谈感情。今天这顿饭纯属是为了见证我跟我师兄重逢，好吗？我先干为敬。为了友谊，来，我先干为敬。老板，干得好啊！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任烨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去办一下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？啊，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娜娜喜不喜欢上学？蓝梦姐，妈妈，你来了，今天还算早啊。对啊，任烨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也喜欢跟闹闹玩啊，对不对？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拜拜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这样子吗？这样，对。得了。闹闹，爸爸。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
娜娜，抱抱抱。啊，房子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住进去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让我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考虑了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到宾馆接你们过去。来，宝宝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呀，跑是不是这样的？拉完了以后，拉完了以后。我看，等等，你把这个灯来，给爱宝买房子的事，如果让乃梦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对他的伤害有多大？后果会怎样？我真的不敢再继续想下去。但我只知道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这么做。